開車，開酒不開車。Hello， 大家歡迎嚟到 Annie 嘅頻道。今年試下第一次用粵語做一個 vlog 先。嚟到我哋年初一，今年係我哋第一次派利是啊，所以有好多烏龍嘅事發生，但係都係比較興奮嘅。同屋企人飲完早茶之後，都嚟到嶺南新天地。原來依家呢度多咗好多小動物可以睇啦，例如兔仔啦、羊啦同埋羊駝。但係真係都好多人啊！年初二呢，我哋一般就會去到婆婆屋企拜年。婆婆屋企呢，就會有一個小黑板，我哋每年都會喺度寫一啲祝福語。今年呢，就祝大家馬年大吉，心想事成。屋企出面呢，係一個河涌，呢度有我細個喺度散步啊、睇龍舟嘅一啲回憶。依家環境靚咗好多，仲可以見到白鷺。最近呢，酒廠仲實行咗一啲大翻新，所以呢，有好多好適合打卡嘅地方。嚟到年初三啦，今日有啲特別，因為係卡達嘅生日，我哋一齊幫佢搞咗一個小小嘅生日會，有部隊火鍋啦，仲有妹妹親自整嘅生日蛋糕巴斯克。壽星仔表示非常滿意。唔知佢今年去咗一個咩願呢？ Anyway， 我估都係祝大家身體健康噶啦，因為呢個係最重要嘅。轉眼間又嚟到年初五啦，今日除咗有呢個豐富嘅海鮮大餐之外，仲有一個休閒活動，大家估下係咩？ta-da，就係釣魚啦！今次係我哋第一次親自自己準備一啲魚竿啊、魚餌啊，所以係非常非常特別嘅一次體驗。我呢就冇乜收穫，所以我要變個魔法先。時間節目覺得非常之緊湊，嚟到年初六，今日嘅主線活動呢，就係去朋友屋企燒烤打邊爐。我今晚自動請纓要做一個煎牛排嘅 chef， 第一次煎都係缺乏一啲經驗，下次會煎得更加好嘅。好，第3、2、1，新年快樂！耶！開車不飲酒，飲酒不開車。開酒不開車。每年食完飯，我哋都會去東平河放煙花啦。咁今年都唔例外，而且裝備仲有啲升級添。他們奔向了遠方。大家點爬返上嚟係咁樣？得嘅，冇問題嘅。咁由於係第一次放呢個水母煙花，真係好緊張，唔知會點，唔知會唔會飛到我哋嘅頭上面，嚇到我哋即刻逃走。因為見到網上有好多好好睇嘅視頻，所以我哋亦都喺度嘗試緊，可唔可以拍出嗰種大製作嘅場面。你有啲，佢有啲。咩影唔到咁嘅？呢度，影唔影到啊 ？Anyway， 唔知影唔影到啊？唔知啊，我都唔知影唔影到啊。我都冇睇到啲煙花。OK， 都算係成功嘅。咁接下嚟呢，就嚟到今晚嘅重頭戲啦。真係好靚啊，好燦爛，好多顏色。Happy New Year！ 唔識 Happy New Year 啦。Happy New Year！ 我已經知。瞓醒一覺嚟到年初七啦，呢個新年假期都接近尾聲啦。返工之前要食一餐窯雞。我有嗰種味喎，有種香味喎。泥香味。你係提供清水價值定真㗎？真話。哇呀哇呀哇！我哋似唔似嗰啲考古團啊？好專業嘅手法。第一次嚟講，真係做得都相當唔錯。
雞有雞味，呢個係廣東人對雞嘅最高評價。咁呢個就係我緊湊又豐富嘅新年 vlog 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